前日昨晚，这冷气团是接下来地区台南新市旱季受损严重，这农民掘开一个看活，发现讲这旱季是冻甲袂大，损失上无有8成以上。农业局也表示讲，后续会甲这农改场也个农粮署来勘查，若总有达到这损害标准呢，就会启动补助机制，减少农民的损失。 农民摕猪头落去掘，要看准备采收的旱季生甲安怎，结果挖起来有诶像起土，有诶甚至根本无生物件，干那剩根尔。农民讲受到近来冷气团影响，气温降到16度以下，遐地区新市旱季冻甲袂大，农庄乌有去，对旱季10几冬的农民讲，上少损失8成，因为毋捌安尼过。寒伤久伊袂大，伊即马要大，伊搁寒来，要大伊搁寒来。 啊，算寒伤久，要3个月啊，旱地拢还袂生半条，啊4个半月就开始要采收啊，啊采收的时，这个拢无含叶啊，都无叶啊，未采收是农民咯，是足辛苦啊。 那犁园、犁草啊、犁沙、犁规冬的安尼。台湾旱季生产面积8513公顷，产地主要伫云林、彰化甲台南。根据农局统计，台南整个面积1069公顷，占全国12.56%。农民讲，一年每分地通收3公吨的旱季，今年剩1公吨。那因收益减少，嘛影响到企业业者。业者讲，连批来计价嘛起一倍。有啊，有影响很多啊，因为价位啊，你像地瓜，它像1分地，譬如说1万块钱的本钱，对不对？农药什么，对不对？现在要3万块呢，成本高，它也是要高啊，要不然它袂合啊。进目前阮收到资料吼，农民减产的资料佫无够济吼，啊，阮希望讲有减损的农民，较建议公司要申报吼。 新市区公所表示，目前已经透过公告甲广播通知农民，若有灾损会当主动申报。农业局讲，后续有安排参农改场、农粮署来勘查，若达到灾损标准，就会随启动补助机制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